你讲你危险无？你家讲叫伊唔免等来看阮啦。我就不相信找不到。我要去找啊，已经买点最艰苦的。无你是当作一边是恁兜的哦。这2年是否看过批评政府的刊物？因为老大人跟囡仔不太死啊！你听嘛？这些都在这个不得了！真的假啊！交出名单是你唯一的机会。你叫阿姨有赢哎，名单就有他，你把他抓起来啊！你要是再问不出来，死的就不只是你一个。为什么要抓我？相信很快的就能把这些罪犯在潜逃过程中窝藏的共犯一网打尽。里面哪些人跟你是同伙？供出来了，我